大家好，澳門市11月23號下晝，一名33歲內地女子沈某致電司警報案，聲稱喺某酒店房間內遭人強姦，要求介入調查。司警經調查發現沈某所述強姦情節同事實不符，且醫生檢查顯示佢身上並冇抵抗所致嘅傷勢。經後續跟進證實，沈某係今個月20號喺娛樂場結識涉案嘅內地男子。該男子協助沈某賭博期間，輸清沈某嘅4萬港元現金。其後喺今個月20號至22號期間，沈某主動借出10萬港元籌碼，用於翻本。雙方約定獲利後翻還2萬港元，但最終都係全部輸光。之後兩人喺事發酒店房間商談還款事宜，期間仲發生咗性行為。事後男子簽署13萬港元借據，當中包括10萬港元本金、2萬港元約定還款同埋1萬港元嘅利息。直至11月23號，沈姓女子因未能夠聯絡到對方，於是致電司警報案，聲稱遭人強姦，希望利用警力尋找債仔，最終被警方識破。其行為涉嫌觸犯誣告罪及為賭博的不法借貸罪，案件移送檢察院偵辦。